我大摆我同学都会问我讲，你做嘛给我从客家讲，很怂哎，都会有这种。因为你国中的时候，嘿啊，因为个他太家对客家其实有点看不起，嘿，懂洋葱，所以你会去关心讲大家对你俩讲俩种法，但那种事你就唔会想很多啦，所以每次都爱冲过，然后你也冇关系，变成讲你自己的抗压性会很强。故说其实俩客家是爱捌头去看头摆嘅七家嘅世界，会发现一件事情。因为我经过了头摆按高压嘅两项事情，故所变成讲我现在的抗压性极度强。人讲嘛嘅时间，我唔会从头摆按你去都行到成功地步度。你点到过来，希望知道讲，做迄上帝聘人嘅生活，叫人用嚟讲，我无法度去讲佢嘛。我是做好我七家，做我七家好做嘅事情，做我七家爱做嘅事情，做我七家欢喜嘅事情就好。不过我总感觉迄花一段时间调试过来嘅喏。慢慢的，因为唔但像係同學會對人講安尼嘅法，其實很嚴重嘅是連欣賞都會。其實係說你係某一種程度的對人講嘅校園的一種霸凌，因為欣賞有陣時可能怕就會講，當嚴重嘅時節係因為我到高中嘅時節很嚴重，點都係高中，我香港都好有三種語言嘅故事。有客家話、有閩南話，還有華語嘅故事，都好。三種語言。但是呢三言當中，我語言都係本期就最看唔起嘅。嗰種係是有陣時會知道講，做乜嘅從其他語言嘅人，假使佢哋有生存嘅需求，做得去念頭那麼嘅時間，我次定講會提出兩項事情。點到過來，我本身上我一句話，佢講人家什麼身份，你什麼身份。從今年開始，我是記得講，我唔會再個對你要求嘛嘅。就是兩種事情，你當然會知道講，怎麼會在師長的這一地位度去談到兩句話？係啊，第幾種時間，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平復兩種事情。哇，顧總，你真給陸聰講心理素質會很強大哈，會越來越強大，是真的。